1988年的香港電影《雞同鴨講》以一間傳統中式燒鴨店與一間西式炸雞快餐店生意競爭為故事背景，講述燒鴨店老闆老許冠文飾演，因快餐店的衝擊令生意陷入困境，燒鴨店幾乎面臨倒閉，但他沒有放棄，努力地一步步由逆境中反敗為勝。這是一出充滿勵志的喜劇。當時之所以讓我想起這一出電影，是因為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，街角對面分別有兩間拉麵店，一家主打魚拉麵，另一家則是鴨肉拉麵。兩間店鋪坐立於十字路口的對角，形成爭鋒對決的局面。我一時猶豫，不知道該選哪一間才好。如果遇上選擇困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誰一間店鋪內擁有最多食客，就挑選哪一間。從店外目測魚拉麵就是有最多食客的那間，又正好有足夠座位讓我和家人一同入座，於是我就選了這間。入到這間拉麵店，才知道這家是魚介高湯的名店，湯底混合大量魚骨和雞熬製而成，曾經獲獎百家名店之一。我們各人就點了招牌特製濃厚真拉麵，一口試過湯底濃稠有膠質，喝起來黏口，湯中遍佈魚肉碎，可是味道實在太鹹，像是吃煎麵，也可用湯配白飯一起吃。一碗拉麵與一碗飯的組合，許多日本人很喜歡這樣的吃法。湯底鹹味雖重，但仍然掩蓋不了魚肉的鮮味。碗麵最搶眼的地方就是中間罷放的叉燒和上面的柚子皮。叉燒是櫻木煙燻低溫處理過，口感像生火腿，清淡粉紅色，十分嫩滑。其他配料有溏心蛋和小松葉。這碗麵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有薄又嫩滑的叉燒，看得出也吃得到廚師對每碗拉麵的用心，能夠被列入百家名店之一，也是實至名歸。我坐在最靠近拉麵店出口的位置，看着天色漸暗，望向對街的鴨肉拉麵，讓我想起最初企在十字路口在猶豫的情景。人生中總有無數選擇，每一次抉擇都會開展截然不同的風景。下次該換個位置，走到對面的鴨肉拉麵。有時候不論選哪一邊，重要的是勇於踏出那一步，體驗這一路上的風景與味道。入到這間拉麵店，才知道這家是魚介高湯的名店，湯底混合大量魚骨和雞熬製而成，曾經獲獎百家名店之一。我們各人就點了招牌特製濃厚真拉麵，一口試過湯底濃稠有膠質，喝起來黏口，湯中遍佈魚肉碎，可是味道實在太鹹，像是吃煎麵，也可用湯配白飯一起吃。一碗拉麵與一碗飯的組合，許多日本人很喜歡這樣的吃法。湯底鹹味雖重，但仍然掩蓋不了魚肉的鮮味。碗麵最搶眼的地方就是中間擺放的叉燒和上面的柚子皮。叉燒是櫻木煙燻低溫處理過，口感像生火腿，清淡粉紅色，十分嫩滑。其他配料有溏心蛋和小松葉。這碗麵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有薄又嫩滑的叉燒，看得出也吃得到廚師對每碗拉麵的用心，能夠被列入百家名店之一，也是實至名歸。我坐在最靠近拉麵店出口的位置，看着天色漸暗，望向對街的鴨肉拉麵，讓我想起最初企在十字路口在猶豫的情景。人生中總有無數選擇，每一次抉擇都會開展截然不同的風景。下次該換個位置，走到對面的鴨肉拉麵。有時候不論選哪一邊，重要的是勇於踏出那一步，體驗這一路上的風景與味道。